合恩夫人自傳全譯本，作者合恩夫人，第二卷，使徒的生命，在日內瓦服侍聖徒。第12章，回轉成孩童，為康伯受苦。餘下文要講的，我們的主願我在一切的狀態裡自始至終地背負他，讓我變得全然簡單，給我對康伯神父那麼奇妙的信服。無論我是怎樣病危，只要他一聲令下，無論是說傳是寫，我就立刻好了。我相信主如此行是要我表現孩童耶穌基督，也給這位好神父一個印證，因他一直受證據引領，全不能離開這種方式。在神讓他聽到或經歷的一切事上，他仍然尋求證據。他最難向這種引領死去，讓我受了無數的苦。為了讓他進入神對他和我的設計，在這奇妙的信服裡，主給了他一切證據中最大的證據。這不取決於我，是神給他的。當他強壯到能夠毫無證據而行動時，神把這信服從我取走了。我毫不注意這事，卻不再能夠信服了。如此把證據的支持拿走，是為了讓他更加湮滅。我的任何努力都是徒然的，裡面只能跟隨他，我的主人，是他讓我對這信服反感的。這持續了一段時間，其長度剛好摧毀他在此所找到的支持，或苦也包括我。那時，為了使他向己死，達到完美的境界，我有強烈的直覺，毫不憐憫他，為他盼望一切可以想象的厄運。當他不忠，用一些事滋養己生命時，我感到被吞滅的痛苦。由於我的淡漠保持至今，這痛苦讓我吃驚不少。我向主訴苦，他極其恩慈地安慰我，並給我給到的信服，讓我變得像個小孩子。我的姐姐帶來一位使女，神要以他的模式把她給我，但若不藉着釘死我，這事就不能造成。不被釘死而得人的事情，我希望永遠不會發生。當主給我一些人時，他總是同時給我受苦的機會，無論是為了引導他們進入內在生命的道路，全是免得我片刻沒有十字架。我們的主曾賜給這女孩非常特別的恩典，在他的國家，他的名聲是那麼好，被視為聖徒。主把他帶給我，是為了讓他看見，在恩賜中得到並由恩賜構成的成聖，與在完全毀滅、失去恩賜中所得到的成聖的不同。前者是他從前所蒙的恩，後者則是我們的道路。這個女孩得了重病，主讓她依賴我，就像我依賴康伯神父一樣，但有些不同。我竭力幫助她，卻發現除了命令她的病和狀態外，沒有別的話可說。我無論說什麼，事都成就。於是我明白了何謂藉着道發命，並由同一個道信服。我發現耶穌基督在我裡面發命，耶穌基督也同樣服從這命令。我們的主苦可魔鬼折磨這個可憐的女孩子，像約伯一樣。魔鬼似乎覺得一個不夠強，帶來了5個，他們讓他病勢沉重，都降到死門了。當我靠近他的床時，這些惡棍逃走了，但我一離開，他們就回來，大發烈怒，對他說這是為了補償他對我們所行的惡。他指的是我。我看見他被病壓垮了，軟弱的身體擔當不起這樣的折磨。有一段時間，我禁止他們靠近他，他們立刻就離開了。但次日醒嚟，我有很強的感動，吩咐他們造訪他，他們就烈怒歸來，把他壓到極處。如此經過一些間斷的放從魚回來之後，我有很強的感動，禁止他們攻擊他。我禁止了，他們就不再回來了。但他依然生病。有一天，他在極度虛弱中接受了主，幾乎吞不下聖餐。晚飯後，我有強烈的感動對他說：起來，不要再病了。修女們不知納莫，非常驚奇。早上看見他病危，現在卻站起來了，就把他的病歸於憶想。魔鬼一離開那女孩，我就有種印象，感到他們對我的烈怒。我在床上對他們說：如果你們的主人苦可，來折磨我。他們不敢，反而逃跑了。我立刻理解了，魔鬼害怕湮滅的雲，遠勝於害怕地獄。
被信心引導的魂不是他們攻擊的對象，原因前面已經講過了。我感到我對魔鬼有強有力的權柄，毫不懼怕。在我看來，我若在地獄裡，也配讓他們從那裡逃竄。當知道我所論及的魂，耶穌基督在他裡面活着，行動並行神蹟，並不像別人靠着納里的恩賜所行的。這些神蹟是藉着魂的湮滅產生的，因為他不再有所事，不再能把任何事情歸於自己，所以當有感動催促時，他並不說奉耶穌基督的名，好了吧。因為這奉耶穌基督的名，好了吧，是在行神蹟的人裡面的能力，是奉耶穌基督的名行的。這裡則不同，是耶穌基督在行神蹟，他通過這人說好了吧，病人就好了，說讓魔鬼離開，魔鬼就離開。當這人說話時，不知道為怎麼說，也不知道是怎麼讓他說的。這是道在說話並運行，他說了，事就成了。這人事先並不禱告，這些神蹟行出來，絲毫沒有預先計劃。這人很自然地講讓他講的話。耶穌為拉撒路的復活禱告，他說這只是為了在場的人，因為他對天父說：我知道你常聽我，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着的眾人，讓他們相信是你差了我來。有的神父蒙恩得到行神蹟的恩賜，禱告並得着所求的，但這裡是道在運用他的權柄，藉着讓他住在裡面且掌權的魂的話語行出來。在此必須注明兩件事：其一，我所說的魂行神蹟時，通常不借助於外物，甚至簡單的觸摸，而是藉着話語，儘管有時也伴隨着觸摸，這是全能道運行的方式。其二，這些神蹟需要同意，最起碼在要行的人裡面沒有抵擋。主耶穌基督問病人：你想得醫治嗎？那些別無出路前嚟尋求的人想得醫治嗎？對這事有疑惑嗎？這是道運行的秘密和人的自由。在死的無生命的物質上，情形有所不同。他說了，事就成了。但這裡卻需要魂的同意。我有許多經歷，我感到神不更尊重人的意願，旋要人自由的同意。當我說好了吧，或對內在的痛說從痛苦中解退吧，他們若隱衝，默然不答，就得了醫治，這話就有果效。他們若用好的理由抵擋，說如果神喜悅，我就配得醫治，除非他願意，我不願得醫治，或者在絕望裡，我將永遠無法擺脫我的痛苦，那麼我的話就沒有果效。我感到這能力被彈回來。我經歷到主所說的，當血漏的婦人摸他時，他問：摸我的是誰？門徒答道：眾人擁擁擠擠緊靠着你，你船問摸我的是誰嗎？主答道：因為有神聖的能力從我裡面出去。耶穌基督在我裡面也是如此。準確地說，是他通過我讓這神聖的能力藉着他的話流出去。當這能力在對方的心裡沒有被接收時，由於缺乏回應，他就浮在本源上，讓我感到很痛。我配以某種方式為這些人感到憂傷，但當沒有攔阻時，在完全的靜默裡，這能力就充分發揮果效。這神聖的能力纖弱過於人的感知，儘管在無生命的物體上是那麼有力，但人最小的攔阻就能限制它，甚至使它全然裹足不前。有個可敬的修女受到強烈的試探，大為痛苦。她以為一位姊妹很熟靈，可以幫助她，就告訴了她。不料，不但沒有得到預期的幫助，反而遭到了強烈的排斥。那人輕蔑地對她說：我求你不要靠近我，因為你是那種人。這可憐的女孩來看我，悲不自勝，因為那位姊妹的話使她相信自己已經揮落了。我安慰她，主立刻釋放了她，但我禁不住說，另一個必受到懲罰，落入更可怕的試探中。那個如此待她的女孩子來看我，沾沾自喜，告訴我她的回答，並說她怕被試探的人，她自己是絕沒有這些事的，她從未有過一個配想法。我說，姊妹，為了對你的友誼，我願意你受那個姊妹所受的，甚至更厲害。她極其驕傲地答道：如果你向神求這事，我就求相反的。神若聽你的禱告，
我想他也同樣繪印我的禱告。我堅決地答道：我若是為了自己的益處，就不繪蒙誰聽；但若是為了神和你的益處，他卻比你以為的更早行這事。我講這話時未經思索，那是在傍晚時分。當夜，他進入劇烈而可怕的試探，其情形可以說是聞所未聞的。這樣的強度持續了2個禮拜，這給了他機會，充分印證自己的軟弱，沒有恩典時的本相。一開始，他對我恨之入骨，說我是他麻煩的根源，但正像讓生嚟瞎眼的人得看見的泥土一樣，藉着這事，他清楚地看見了，是雜魔為他招嚟這可怕的試探。我得了重病，這是為了遮掩神在我裡面運行的大奧秘。病勢空前地沉重，並且從未如此強烈而持久過。從9月份聖十字架日開始，直到次年的5月，我被降到小孩子的狀態，但這是只有明白人才看得清楚。對別的人，我似乎頗為正常。我依賴孩童耶穌基督，他願意把自己的狀態交通給我，讓我如此背負他。在我病倒之後，他似乎立刻就交通給我了，存有集合這狀態的一種依賴。我越進前，就越從依賴中得自由，就像孩子沾掌尖獨立一樣。這病開始是40天持續的發燒，從9月聖十字架日到耶穌將臨期是不太劇烈的發燒，但耶穌將臨期之後，更劇烈的高燒抓住了我。我雖然生着病，主讓我在聖誕節午夜接受了它。在聖誕節，我的孩童狀態變得更深，病勢加重了。劇烈的高燒使我精神恍惚。另外，在眼角有個戒指，引起劇烈的疼痛，這時完全破開，被包紮了，有很長時間，直到臉頰底部都用烙鐵敷着。我像炭火一樣發燒，是那麼軟弱。雖然戒指尚未痊癒，卻不得不把傷口縫合起來，因為我疲乏的身體不可能忍受這手術而不喪命。我在極大的忍耐中受苦，像孩子一樣無憂無慮。我同時經歷到神的力量和小孩子的軟弱，並伴隨着相應的依賴。這運作對我的天性是如此陌生，任何低於神的力量都不能使我進入。我把自己棄絕給他，因為納里被神有力地催促着，無法抵擋。不是作為比較，我就像那些被邪靈附體的人，受邪靈的操縱而行。同樣，神的靈是如此徹底的主人，我必須做一切他所喜悅的。他的旨意向我不是隱藏的，他讓我裡面成為一個孩子，同時外面也整個地變成小孩子的樣式。他們經常給我聖餐，因我所處的極端困境，院長命令讓我得到這安慰。當修道院的印罪神父不在時，康伯神父常常帶給我聖餐。他留意到，跟我熟悉的修女們也都留意到，我有一張小孩子的臉。有幾次，他驚奇地對我說：這不是你，我看見的是一個小孩子。我裡面雜魔都沒有，只有一個小孩子的率直無邪。我有着孩子的軟弱，由於疼痛，有時潰哭，但無人知道。我玩笑的方式讓照顧我的女孩子着迷。那些好修女對這事一無所知，說我有種東西讓他們詫異，同時又是那麼迷人。然而，在孩子的軟弱裡，對別的雲，主卻給了我一個上帝的能力，我只用一個字就可以按着那些雲所需要的，讓他們進入擾亂或平安。我看見神在我裡面成為絕對的至高者，讓他自己被馴服，我不再抵擋他，任何事情都與我無分無關。我的神啊，你在我裡面，也苦通過我行了最偉大的神蹟，我卻不能思想他。我裡面感到暈的難以言傳的率直，毫無腐敗。另外，我船得繼續把我的思想告訴康伯神父或寫信給他，按着我所得到的亮光扶持他。我經常軟弱到不能抬頭吃飯，但當神讓我給他寫信時，為了支持、鼓勵他，或為了解釋主讓我領悟的，我就有力量書寫。但一寫完，我就發現軟弱又回來了。藉着經歷，我非常驚奇地了解到你所期待於我的，我的神。
你命令我講出一次想法，讓我在單純裏成為完全，並帶領康伯神父進入其中。你讓我柔和地順應你一切的願望。康伯神父經常被冒犯，甚至討厭服侍我，並讓我知道了，同時出於愛心，他算是戰勝了他的反感。但無論講出我的想法帶給我怎樣的十字架，我從未因此而停止過。主讓我們知道，他以信心與十字架聯合了我們，所以在每一方面都是真實十字架的聯合。一面我讓他受苦，他也輪流着讓我受苦，這比我能講出來的任何苦都大。另一面因此為我們招來外面的十字架，我因他所受的苦將我降到極處，並持續了苦多年。儘管多數時候我離他很遠，在近處的時候很少，但苦難並不因而減少，這一直持續到他完全湮滅，降到神讓他撻到的狀態為止。神對他的設計越偉大，這運作就讓他越痛苦。他帶給了我殘酷的劇痛，儘管我離他100里格遠，我感到他的狀態。如果他忠誠地讓自己毀滅，我就在平安與自由裏；如果他不忠誠、反思或猶豫，我就承受着怪異的折磨，直到一切結束。我知道他的狀態，不必藉着他的話語。在極度的痛苦中，我常整天躺在地上，一動都不能動。有一次，我有2個禮拜受這苦，勝過我一生所受的一切苦。然後，我收到了他的信，得知他的狀態正是我所感到的。接着，我突然感到他重新進入神所期待於他的狀態，我魂漸漸有了平安與自由，或多或少，按着他把自己棄絕給主的程度。在我裡面，這不是自願的，乃是被迫的，因為若是能夠，天性配甩開這比死亡更難、更痛的軛。無可推卸的聯合啊！我說不是自願的，因為我不是自己的主人，我必須信服他。自從我把自己自由地、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他之後，他就那麼有力地擁有了我。我心裡感到回饋與反射，讓我知道神父所處的一切狀態。當他抵擋神時，我受到暴烈可怕的折磨。有時我想，我的生命會被撕斷的。我不時在床上翻滾，承擔着在我看來似乎是不能承擔的折磨。簡而言之，要背負一個模稜相距多遠的雲，要承擔愛讓他承擔的一切嚴酷和他所有的抵擋，這是奇怪的。